呢個我會命名為維他命 C 天花板，全新世代高端維 C 補充品。呢個叫做 VC Master， 佢就係日本嘅博士，高機能性嘅綜合維他命 C 速攻粉末，因為佢係粉末型嚟嘅，8種嘅機能性維他命 C 破天荒結合埋一齊，佢仲加咗10種嘅營養素，令到佢可以協同效應。我哋最緊要一定係抗病力啦，希望可以幫我哋抗病啦。另外咧就抗體增強啦，可以打低呢啲細菌壞菌嘅侵害，幫我哋嘅關節啦、健康啦、軟骨嘅生成，仲有我哋個皮膚啦，尤其是濕疹、敏感、玫瑰痤瘡有炎症問題嘅人咧，呢個抗氧化同埋抗炎嘅效能係非常之好嘅。維他命 C 咧係可以抑制呢個黑色素嘅生成，而同時間咧幫助促進到呢個膠原蛋白咧，皮膚有彈性嘅時候咧，你嗰個平滑度啦、細紋減少啦，你光澤度就會增加，所以你會透亮透白淨嘅。對於呢個美白祛斑咧，維他命 C 咧係一定有幫助嘅。仲有10種嘅營養素咧，幫埋我哋指甲、頭髮健康。如果朋友5至8歲建議半包，9至到17歲咧就建議1條，18歲以上可以每日2條咁可以食喎。希望你哋中意我呢個新世代嘅 VC Master 啦。